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 Lisa 来吐槽娃娃 TV。无毋对，咱即摆阁要来吐槽啊！咱即摆要来吐槽的是即个新闻。即个新闻就是咧讲，有一个妈妈咧甲伊5岁查某囝台语的时阵，看到课本顶悬出现即3字，伊煞袂晓念，伊就行去问因兜台语讲了上好的人，就是因翁。毋过伊念起来嘛，卡卡袂顺，所以这位妈妈就甲课本的内容翕相放伫咧面册顶悬，引起了讨论。有足侪网友看到了后，就拢讲看无袂晓念，自细汉就讲台语，自认台语讲了足好诶，嘛是袂晓念。嘛有人讲这课本的图甲课文袂合。其实这个新闻有3点会当吐槽的，咱就一个一个来说明。头一个是网友讲的图甲课文袂合，这支句是竹节虫的意思，竹节虫的台语嘛会当念做竹马。毋过大家看到这张图内底，敢若有一只牛仔尔，牛仔就是瓢虫啦，所以大家认为图甲课文袂合，其实毋是安尼呢。咱来看完整版的图，这支句毋得伫遮大只着。好，第二个会当吐槽的是这本册。伊写毋对字啊啦，那照教育部推荐的用字，6支骹应该爱安尼写。搁有哪手机的哪，嘛毋是这字啊，应该爱写敢若的这字哪啦。而且我认为这本册应该毋是学校的册啦，因为学校的册应该拢会有教读音，而且囡仔才5岁尔，就算捌字嘛捌无几字，所以学校若是要用，无可能用这种的啦。好，第3个会当吐槽的，就是足侪人咧讲的，台语讲到足好的嘛，看无袂晓读，厝里敢若会晓讲台语的是大人嘛袂晓。其实我已经毋是头一摆看到大家安尼讲啊，这种新闻3不5时就会出现，逐摆拢会有足侪人安尼讲的。毋过大家敢有想过，会晓讲台语甲会晓看、会晓写台文，根本就是2回事。你本地就无学过台文，啥煞足侪无学过台文的人会认为会晓讲就一定看有，我真正受无呢。讲学一个语言，毋免学伊的文字，只要会晓讲，自然就看有啊。安尼借问一下，啥做学校的国文课，搁要教捌字呢？讲毋是会晓讲就捌字啊？我会记得我读幼稚园无偌久了后，我华语就足晓讲的啊。啥我读国校的时阵，学校搁要教我捌字呢？才认为会晓讲台语就看有台文的人，敢袂当甲我解说一下？其实即马台湾3岁囡仔普遍华语就拢足晓讲的啊。毋过你叫伊甲伊讲的话写出来，也是你写出来叫伊读，伊百面读袂出来，因为伊根本就无学过啊，是要安怎会晓读呢？搁举一个例啦。亲像我伫美国熟悉足侪 ABC 的，因华语嘛拢讲了足好诶，毋过就是看无啥有华文，因为因敢若伫厝里讲，无真正去学过华文啊，就算有学嘛学无久啊。我想因的华文程度就甲台湾足侪人的台语程度差不多，所以因就看无啥有华文。我几啊个表小弟就拢是安尼啊。搁亲像我当用日语甲我的日本朋友开讲。毋过你若摕有足侪汉字的日文文章来互我看，我虽然可能加减也有伊的意思啦，毋过我嘛无一定读会出来，因为足侪我就无学过啊。大家敢有感觉我即个状况甲足侪会晓讲台语，毋过看无啥有台文的人足像诶，应该是讲根本共款。所以即个逻辑的问题，大家爱武好清楚，毋是学校政府咧乱舞，是你根本无学过，所以才看无。你会当讲教育部建议的用字，你感觉毋对，应该用这字，无应该用迄字，这拢会当提出来讨论。毋过这是爱你已经有学过台文的情形下，才来做讨论，毋是连学都无学过就傻咧黑白眉。你想要看有，就去学。无要学，就莫吵家己看无，就是遐尼简单尔。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好，咱今仔日就吐槽到这，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连别把起赞搁爱分享出去，未订阅的观众朋友咧，嘛会记我直接订阅呢，开启微微小铃铛，安尼去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会记 Lisa 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嘛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起一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